长贴手机啊，这样放哎。说水深最深的地方有12米，哇！这景区还在继续装修，后半段这水奶绿色的。这隧道梁快馊了，在山体内部。这个比新打卡点还要排队排个40-50分钟。坐船那一段，其实说感觉和济州岛的牛岛有点像，669。这个景区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，开船那些师傅路过你的时候都会跟你挥手打招呼的，就特别友好亲切。建议全国同步。刚在路上还遇到几个泰国的女孩子过来这边玩泰国口音。花60块坐车到宣恩，1点10，橘猫。米饭5块小份，点了个小份的炸广椒鱼和酸萝卜鱼拼，108，还蛮香的。与其说是烤鱼，其实更像炸鱼。这个土豆都被炸酥了，天哪，撑麻了。对岸这建筑亮灯了呀，好像重庆的洪崖洞啊。大耳沟，龙船，好长哦，哇，快乐。哇，帅了！亮灯了，亮灯了。懒得跑回恩施了，在河边订了一个净民宿，93块，洗澡10点睡到早上11点，睡麻了，这一觉真的睡麻了。这窗户真可以，放眼望去，远处是山，然后右侧下面是桥，还有河。昨晚上没看出来这个水好绿啊！离开恩施前吃顿土家烧饼，现烤的，还买了个来凤松花皮蛋。查了一下，从恩施回武汉和去成都高铁都是200块，所以我决定先坐车去重庆。在重庆杀一脚不为别的，就直奔沙坪坝。之前来重庆时，一个做媒体摄像的老哥给我推荐的豌杂面，每次我来重庆都会吃。这家店在负1楼地下通道里头，豌杂面加现煎的蛋16块。这老板加面多少钱一份？3块4。每次到成都能联想到的食物就是蹄花了，还赶上了末班地铁，坐到春熙路。好久没来成都大本营了，新天天好纸的这个纸筒子还在，10块3个。买柠檬水的时候，雪王前台那个小姐姐说咱的面包看起来好好吃，给了一个肉松的给她，给自己留了个蓝莓包和蛋挞。太好了，我又能少胖1碟干。之前某旅滇藏的时候碰到了一对度蜜月的夫妇，他们这会儿也在成都，凑一面。猪猪，好久不见，猪猪。麻辣烤鱼，好乖哦，一上电梯就趴下来。多看镜头。大耳朵，拜拜。大耳朵猪，拜拜。在酒店睡醒后出门扫台单车觅食，本来说是吃冒烤鸭的，路过了一家铺盖店，门口人挺多，查了一下评分挺高的，尝尝。2两牛肉面加豌豆汤，23块。没吃饱，我觉得我还能再吃个小份的冒烤鸭。哇，好多鸟啊！这白色的是白鹭，那这些黑色的呢？不知道哎。小份冒烤鸭28，还加了一份鸭肠，这哪个减得下来肥嘛？听说它这个是那种卤水的冒烤鸭，不是红油，好吃的一点都不辣。感觉我想减下来肥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长时间的西方国家旅行，贵到我舍不得吃。打印一下要去的下一国签证，我又买了一个菠萝包，我一会儿真的想跪下来求求自己别吃了。又跟着老哥出来觅食了，嘿，蹄花。原来老哥这几年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，大家都在揣着各自的欲望也好，责任也好，缓步的向前走啊。Nighty night。